一二三，车着一领蓬西衫，要互阿爸伊做伴，心肝内的春笑，阮袂晓了。细汉时阵，伊爱我，予我温暖的情感。有我双手摊开的两杯大。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教唱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是向慧玲小姐的老歌《阿爸的碰西衫》。这首歌咱早就录啊都上架啦，不过呢，因为我发现我这个彭沙山呢，这个名写唔对，内底歌词写唔对了啊，搁再呢这打呢有这个地方呢我虽然用口头的来有跟大家报告，但是没有写出来啊，就有同学打电话呢写赖跟我反映啊，老师按呢拢记不起来，所以更新了歌谱之后，我们今天再来介绍一次这首歌啊。这首歌我一个下架了哈，请大家原谅。来，我们来看这首歌。这首歌作曲是郭之仪和罗安，作词是郭之仪和武雄老师啊。这是一首 A Myla 的歌曲 ，Myla 是的，昨天我们也有介绍哈，这首歌呢最后一个音是拉，所以我们确定它是一个小调的歌曲，那就是麦拉。麦拉就是怎么样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大谱表了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大谱表哈。这个下面呢是一个低音谱记号，上面是一个高音谱记号，两个用个大跨谱连起来，我们就叫它大谱表。大谱表的上面呢，应对到钢琴的这个地方呢，这个 A 的这个音啊 ，A 的音名叫做 A 啊，它的唱名叫做拉啊。那拉的这个音呢，我们找到A 的这个音这首歌是 A Myla， 那就是说 A 的这个音我们找到了，按下去要唱什么？唱拉。所以呢，那它的哆在哪里？哆拉的隔壁是一个全音啊，全音一个音两个音，两个音就是全音，全音这里就是 C 到哆呢是一个半音，所以只要隔壁一键就好了啊。所以在这里，所以当拉 A Myla 的时候 ，A 如果是 Myla， 它的哆在哪里？哆在 C 这里。所以其实我昨天如果我写E等于 C 也没有错，但是很抱歉，这样只有80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最后一个音呢，来切过来哈。我们这首歌的最后一个音是拉，既然知道是拉，那就是 Myla 的歌曲，所以我要写 A Myla， 安尼叫700分，完全正确了哈所以换句话说 ，A Myla 等于 C 等于 E 等于 C，E 等于 C 就是。A Myla 还这简单的跟大家报告，来，这首歌呢是3拍子的歌曲，我从哪里看？从这里这个4分音符当做1拍一个小节有3拍通常呢我们要从上面练下来3、4拍子请你绝对唔通读4、3拍子安尼一个听就知影你是老鬼你是菜鸟正确的要读3、4拍子，3一个小节有3拍，4呢是4分音符当做1拍，4分音符形作下面块都是1一个黑黑的豆豆，有一根棍子在这里这个地方写4分音符等于89是什么意思？就是1分钟有89拍，表示什么？它的速度。我们心跳1分钟几下？72左右，对，所以呢，你看比心跳快得多了，它比心跳快，它1分钟有89下，你的心1分钟跳89下，那是不是跳很快对好，我们来看主歌，来第一个音呢这个哆呢那就是哆我唱有点高，我要降一个 key 了哆哆哆哆哆。哆西拉咪咪瑞咪2、3，瑞哆西哆瑞咪瑞2，再来一次，哆西拉咪咪瑞咪2、3，瑞哆西哆瑞咪瑞。我们唱歌词，恰
这个织毛衣哈，恰碰 C 有没有啊？所以这里呢，请大家要读恰啊，恰到一领碰 C 衫。同学问我讲，老师恰是要安怎读？台语人读恰，大家拢知。那国语人呢？请你读恰啊，什么？咱鱼啊个枕头恰恰有没有？这样你就知道了哈。这个生活化的语言大家比较懂了哈。这个鱼要煎的焦焦的、黄黄的，很漂亮。鱼啊枕头恰恰有没有啊？恰哦，恰到一领碰洗衫，要互阿爸伊做伴。老师，你这里有转音，你没有唱进来。对啦。同学，因为我打歌谱的这个软体，它没办法打2行所以呢，第一行我们唱第一行的一最坡，只要唱 re 就好，不要这个转音哆。可是第2行呢，咪 re 哆西哆 re 咪 re 的，咪互阿爸早风寒。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我们转音为什么要加转音？一最坡有没有一个坡就是一个直直的音嘛，所以你唱 re 就好了。可是早风寒，那就不一样。你念的时候读字读歌词就读早风寒，寒就2个音，所以唱当然就要唱2个音，所以就会加了转音所以转音是这样，不是你想加就加，不是那是因为读起来，那我们读这个字。读这个歌词听起来就是2音，早风寒，所以你唱到早风寒伊做伴，这只有1个音嘛所以这个哆这个伊做伴就没有这个转音，早风寒就有这个转音。下面这个紧嘎的地方也是一样，同样的状况，我们等一下会再说明。好，从头。恰到一领碰洗衫，要互阿爸伊做伴，都是啦，嗦啦嗦瑞。瑞咪发咪2 3 1 2，心肝来的春秋，阮袂晓了。心肝来的春秋，阮袂晓了，阮袂晓，阮袂晓了。这都有转音，请要带进来。再来一次，心肝来的春秋，这个音要拉长半拍。但是呢，我们唱谱的时候，嗦啦嗦瑞唱字的时候呢，春秋，这个音要拉长半拍。过来，心肝来，春秋，阮袂晓了。1 2停，继续来第3行，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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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mi re。re do mi re， 细汉时阵伊爱我，这个伊是谁？爸爸啦，小时候爸爸背我。细汉时阵伊爱我 ，re re mi do do re do si la re re mi do re do si la， 互我温暖的境界。刚刚我们说了这个。这个地方呢，最伴的时阵呢，不要转音，寒要转音，这里正好相反。互我温暖的境界，要把西带进来。这里呢，拜托不替阮看，看的时候就不要西了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来，互我温暖的境界。好，这个地方呢，第1行有我双手天开的2倍大，这个有呢照谱唱，那是哆瑞咪瑞瑞瑞嗦嗦啦2 3，有我双手天开的2倍大，有我双手天开的2倍大2 3，好。接下来间奏3小节，然后呢反复从哪里？从头
吃完一领蓬西衫，还记得吗？织这个字怎么唱？恰碰西，好来，吃完一领蓬西衫，要予阿爸早风寒，寒转音要进来，将阮的名收伫颔棍领啊，颔领啦哈，我们通常说颔领就是领子啊，衣服的领子，因为这里唱的颔棍领颔啊，这是个闭口音，请要注意来。将阮的名收伫颔棍领，颔棍领儿停，不知伊情感的下伊是谁？爸爸啦吼，人家衫赤好呢吼啊，不知爸爸穿会下无吼？有下书无？会不会合声哦？来，不知伊情感会下，拜托啊，无替阮看，拜托啊，无替阮看。刚刚有讲过了，经加第一行要转音，第二行呢不要转音。拜托啊，无替阮看，阮的这个字要再一次给大家强调，阮这个字要准备一个我们读水牛、黄牛、水牛的那个牛的音，牛，然后后面呢读一个问，如果你没有准备牛的这个嘴型跟牛的这个音，直接读问啊，那就变成问题的问了哈，问导游的问哈啊，这个就不是问，所以你要完整的读完这个问，请一定要准备一个牛的嘴型、牛的音。拜托啊，无替阮看，还上温暖啊，这里又有改变。这个本来只有半拍，拉西多，这边呢又变成呢，这个本来这个乌啊只有半拍，可是两个音。那这个上温第二行最上温暖呢变成拉半拍，西半拍啊，西要半拍哦哈。拉西多本来是什么？拉西多，再一次，拉西多，有我。香秋有没有？现在变成拉西哆瑞咪瑞嗦嗦拉，本来乌是半拍而已，现在上温暖的上的半拍，温半拍。好，继续，上温暖的色啊，来。第一次呢，天开的两杯多是高帽子一。那我们唱第二行，唱到这里，上温暖的色啊，来注意在这里啊，高帽子二，对不对？咪瑞拉西哆瑞咪瑞哆西哆拉2 3 1 2，再一次来，拉西哆2瑞咪瑞哆西哆拉2 3 1 2，上温暖的色水就是感谢。再一次，上温暖的色水就是感谢，就是感谢啊，就是感谢啦！来，上温暖的色水就是感谢。好，唱到这里呢，主歌两行都唱完了。来，我们把主歌两行连起来唱哦。来，1、2、3。吃着一领蓬西衫，要予阿爸伊做伴，心肝内的春笑，阮袂晓了。停，细汉时阵伊爱我，予我温暖的情感，有我双手天开的两杯大，2 3 1 2 3 2 2 3 3 2，反复吃完一领蓬西衫，要予阿爸早风寒，将阮的名收伫颔棍领。
停，不知伊情感会下。拜托阿母替阮看，上温暖的色水，就是感谢。好，接下来副歌来，咪嗦啦啦啦嗦啦，咪嗦啦嗦啦嗦咪瑞咪二，咪嗦啦啦啦嗦啦。咪嗦啦嗦啦嗦咪瑞咪，阿爸讲人生亲像一领蓬西衫，阿爸讲人生亲像一领蓬西衫。阿爸呢？吼，阿爸讲啦，吼，阿爸讲吼，人生亲像一领蓬西衫，拆开是一捆线。天做伙才会美满啊！瑞哆瑞哆瑞瑞咪啦，啦嗦啦嗦，瑞咪咪嗦咪。天做伙拉是低的哦，啊，这个做伙呢哈，嗦啦拉西哆瑞咪发嗦，要跳高7度哈。你看拉到拉才是8度嘛，所以这个到嗦呢哈，拉减1，所以这里是7度。天做伙要跳高7度哦，来。瑞哆瑞哆瑞瑞咪啦，拆开是一捆线，啦嗦啦嗦，瑞咪咪嗦咪，天做伙才会美满。搁一摆，拆开是一捆线，天做伙才会美满。咪嗦啦啦啦哆西啦。看伊从松的形影啊，这个的形呢是一个一拍的切分音，两头啊拉跟西都短，只有哆是长的，所以这里怎么唱呢？拉哆西拉，拉哆西拉，拉哆啊，这里。因为它半拍嘛哈，比前面长，对不对？拉哆停顿一下下，然后才西。咪嗦啦啦啦哆西啦，看伊从松的形影，啦哆嗦啦嗦嗦瑞咪，新衫穿好拢唔换，新衫穿好拢唔换，咪咪嗦瑞哆瑞瑞哆哆。目眶内的迄滴汗，目眶内的迄滴汗，啦啦啦西西啦嗦啦。我的拉太短了哈，是因为我没气了哈。这首歌呢哈，咱那个向慧玲老师哈，小姐呢唱得太厉害了，还可以拉这么长啊！呦，我都不行，我的气不够啊！来。目眶内的迄滴汗，是骗下爸母的心肝。我唱到这里就没气了，我就停了。我可以继续跟，但是音可能会掉下来，反而暴露自己的缺点，对不对？所以我都是唱完没气啊，自己确定我已经快没气了哈，我坚持我可以唱到音高正确的地方呢，我就停了哈，就不要硬跟。还有呢哈，这个地方呢哈，是天下爸母哈，那是这个要转音要带进来哦，来，目眶内的迄滴汗，是天下爸母的心肝，心心正好呢，心这里半拍，这里半拍，心肝正好这里呢，我们就是闭口，然后肝就不会抢拍了哈，是天下爸母的心肝。没气了就停。我们唱到这里呢哈，这个得看一下哈，这个瓜呢哈，1 2 3 2 2 3 3 2 3 4停。后面还有阿爸然后看到一个蛇钮的符号。蛇钮有一个特性，就是你看到后面的蛇钮呢，回头去找另一个蛇钮，然后
继续唱。前面一个谁扭在哪里，在这里啊，所以就是要接副歌了哈。第一遍唱到高帽子依依呢哈，继续一直唱，对不对啊？这里看高帽子依依一直唱到阿爸，然后接副歌阿爸公，来。我们唱第一遍的时候，阿爸公人生咪嗦啦啦啦嗦啦。可是唱第二遍，还有等一下的第三遍呢，请唱红字这里咪嗦啦哆西嗦啦。哎呀，这个哆呢，头顶上有一点啊，岳云老师漏点了，很抱歉啊，请大家自行点上去。这个要高音的哆来，阿爸公人生，再一次的阿爸公人生。好，这个谱怎么唱呢？咪嗦啦哆西嗦啦，再一次咪嗦啦哆西嗦啦。我们唱歌词来。阿爸公人生，记得哦，第一遍是阿爸公人生，第二遍呢，阿爸公人生，然后继续。亲像一领风西衫，拆开是一捆线，天做花才会美满。看伊沧桑的轻影，新衫穿，雨拢不换，目眶内的迄滴汗，是骗下爸母的心肝。我们唱第一遍的时候唱高帽子一，第二遍呢，我们唱到这里是天下爸母的心，请跳下面的高帽子二啊，一直唱一直唱到这里呢，唱到这里接下去啊，高帽子二啊，继续唱，还有这里对不对？间奏14小节，然后又要反复，又要反复在哪里？从头唱第二行歌词哦。我知道了，所以呢，这首歌呢，请大家注意，第一次从头恰到一领碰西衫，然后反复恰完一领碰西衫，唱到高帽子二，继续唱副歌。阿爸讲人生亲像一领碰西衫，一直唱到是天下爸母的心肝接着又接副歌。阿爸讲人生要唱到这里呢，是天下爸母的心，来跳高帽子二呱，然后呢间奏14小节，接下来就又从头唱从头唱又唱到这里是天下爸母的心一样，我们跳这边，为什么？这里有写高帽子三心肝2 3 1 2 3 1 2 3 1 2 3，到这里 FINE 就结束。所以这首歌呢，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通常都是从头到尾唱了2遍，然后跳过去唱副歌，副歌有半遍，对不对这一首歌呢，从头唱一遍，然后副歌的半遍唱完了，间奏14小节，再从头到尾唱一遍所以它的副歌，它的那个一半的副歌在哪里？第一次就唱1遍半了，第二次唱整整的1遍，这是这首歌与众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刚刚唱了1遍半了，对不对我们再来唱接下来的后面的这个最后的这一遍。不过反复这个反复14小节，间奏14小节之后，我们反复来唱反复记号的起点在这里，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一次可不是唱第一行了哦，我们现在只唱第二行，一直唱到后面 FINE 就结束了。来恰完来。恰完一领碰西衫，要予阿爸早风寒，将阮的名收伫颔棍领。不知伊情感会下，拜托母替阮看，上温暖的色水。就是感谢阿爸讲人生。同学还记得吗？
第3遍跟第2遍要唱什么？红色这里对不对？对，来一起来。阿爸讲恁声，亲像一领蓬西衫，拆开是一捆线，天做花才会美满，看伊沧桑的形影，心衫穿好拢不换。目眶内的迄滴汗，是天下父母的心肝。当然啦，后面还有6拍，不过我的气不够，我就没唱了。刚刚提到没气我们就卡掉。请千万不要硬盯，为什么？因为音会掉下来，反而暴露自己的缺点，对不对啊？那我们这个当然啦，因为岳云老师是清唱啊，如果你唱的时候是有伴奏的呢，伴奏继续走他的。不过在台风方面呢，我顺道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如果我们在唱歌呢，因为音乐还没有完，其实这首歌要唱1、2、3、4，这个歌要唱4个小节，对不对？音乐还没有走完，请保持那个 pose 啊，在那边等音乐走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唱完了哈，然后你再鞠躬啊。为什么？因为听众都在鼓掌了呢，听众都鼓掌，我们当然要鞠躬答谢啊。所以这首歌呢，请大家不要到我没气了我就鞠躬了，还没啦。当音乐跟歌拢还没完呐，不要急着鞠躬。所以这首歌呢，我们要唱2遍半。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阿爸碰西衫》，这是向慧玲小姐的歌曲啊。慧玲小姐呢，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还刚出道哈，看起来非常的青涩哈，非常的可爱哈。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先去欣赏一下向慧玲的 MV， 再回来练唱这首歌，就会非常的有氛围啊。这一首感谢阿爸的歌啊，在未来的父亲节的时候呢，唱给阿爸来听，一定特别的有感觉啊！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阿爸碰西衫》，你还喜欢吗？如果您喜欢岳云老师的教唱，欢迎到 YouTube 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频道来订阅并用力的分享给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们，大家一起开心来唱歌啊！今天这首阿爸碰西衫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